节目主持人张飞、费玉清。认识你真好，知不知道？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。认识你真好，一切都变得不重要，是你让我觉得骄傲。认识你真好，知不知道？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。认识你真好，一切都变得不重要，是你让我觉得骄傲。万赞关满。谢谢董爷五星。好，下去泡一杯茶啊。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哎，这首新歌啊，这是一个流行歌曲。飞哥您唱起来有板有眼，开不由得我玩笑们的哪里为您这个起舞。前后学这首歌只花了3分钟左右。那您是电脑了吗？那不是开玩笑，对于这旋律的记忆啊，那我可以说是这个啊，是一个电脑。哎呦，是电脑。哎哎呀，我以前呢对这个歌曲记忆力来讲啊，那我是都是以百字数位来算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您这一首歌就花了3分钟啊？哎，对对对。那我看我这个可能只要1分半就可以。哎呦，这真是厉害了！最近这个接连2、3的这个台风过境啊，给我们这个本省啊带来很大的这个灾害。是。据说呢，这个目前评估呢，光是台风过境啊，造成的损害就高达80-90亿。哎呀，四处都变得水乡泽国。80-90亿还没有关系啊，接下来如果说要复建这个高雄跟嘉义地区的都市啊，哎呦，还要再花到200-300亿。乖，这是政府支出，这个是相当庞大。这不是说政府支出啊，光是政府的财力就可能发生问题。哎呦，哎，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各大媒体、电视台啊，很多艺人都已经开始响应号召啊，赈灾的活动。哎，这个就是人力己力嘛，同舟共济，都是在我们台湾发生的事情。是，你看好多这个军警阿兵哥们呢，都是挽起袖子来，一起跳下去，是深受这些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是非常的感激。所以说这个风灾的这个可怕，今天邀请到很多位歌手，大家都会为这个台风过境带来的灾害，以防范呢以及个人的经验提出相当宝贵的意见啊，待会儿一一要跟大家来讲解。首先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第一对是赵传先生、辛晓琪小姐，欢迎他们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争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沉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争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1000-100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哎呀，这两对唱得好，唱这样就是唱。第二对介绍杨烈先生、龙千玉小姐。今夜喇叭下雨下我在你染下心中回家已经回家了，阮的马可已经红，车东来西北人，心里哎呀呀。感谢杨烈、龙千玉。接下来介绍的是蔡秋凤小姐、许晋鹏先生。头偏偏注定要落脚，情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。我的他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好啊，接下来介绍李佳、陈志焕。哎呦，愈来愈大汉了。在你我之间，不必安慰，不必理由，不必任何借口，把你我
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流过的泪，抛在你的背后，别再回头。我的路一个人走，只愿你幸福白头。爱已失控，我只恨梦难留。好，谢谢他们。接下来介绍的罗斯凤先生，李俊小姐。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阔。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罗斯凤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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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这个光临我们龙兄虎弟，欢迎各位烈哥也好久特别来宾没看到烈哥。哎，是，是，您这个最近都忙些什么？刚拍完戏，哎，拍戏啊？哎，这是不容易，没想到那个这个到了中年以后，还有更这个另外一个天空的发展。龙千玉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对对，哎，欢迎欢迎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小哥好。我这龙老伯最近要我的背回灵机啊。哎，最近较无闲，哦所以无伫咧背啊。今天有几位新人要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最右边那位陈志冠先生。啊，主持人好，谢谢。最新的造型，最新造型，脖子上有一个皮带，狗链，这个最好跟杨烈站远一点比较好。哎，就把脖子一拎就起来了。拎奇怪了。喜欢养狗。对，李佳，李佳，大家好，渐渐散发出成熟少女的韵味。啊，谢谢。现在今年好亮，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。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第一次来。对呀，他的哥哥跟您是这个不是，我们在义工队的时候是大家是同事。是，那个时候看到他还小，还在初中、高中，练了一手好钢琴。哎呦，在台中的时候就是歌唱比赛，甚至于拿到这个省冠军啊、市冠军都不是得到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。就有的时候歌星大家会碰到，一看脱开，哎，小时候他们就是有这方面的细胞，而且既然他们家里人跟费玉清还有这个接触过，常常都是这样的。是，传哥，哎呀，好久不是新人，好久就非常好了。这边是蔡秋凤，啊，这个好。刚才听他唱国语歌曲。西空金科风云，很有特色。哎，对，史俊鹏先生，好，飞哥好，小哥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其实史先生啊，也是这次来上节目，不是第一次出场，是的，这不是新人了。很早的时候就出了很多民歌啊，就相当的畅销。我现在是老新人啊，因为从第3张专辑之后呢，大概差不多3年。前面的那首歌叫《如水的彩笔》，说他的头发很像 Coca。太过。还有李翊君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刚刚讲了台风的问题呢，这个对我们台湾这个带来不少灾害。在这个台风也更把我们这个台湾人团结在一起。对不对？那每个人大概对台风都有一些感想，就是印象啦，是不是恐怖的啦，或者是好玩的啦，大家都可以在这边来说说看，哎，聊聊。李翊君先讲好吧？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台风很大，那有一次台北市淹水，有没有？在前几年，那我们家住在10楼，那我不晓得淹到9楼半，不是淹到1楼，可是我不知道淹水了，那都是因为都停电，黑黑的，那我就想下去买东西吃。我就走下去，结果走到2楼的时候，刚好要跨到1楼的楼梯开始，我就哐当一下，整个人掉在水里面。是有个脸盆吗？不是，要不然怎么会哐当呢？我们只听到扑通，有可能。那意思那就是脸很这个砸在脸盆上，砸在那个石灰地下面。哎呦，砸到石灰地是啪起，整个人下去。因为那个水很脏，就是有一些什么摩托车啦、汽车的机油都出来了，一起来脸都变黑色的，全部都是油。回家洗了好久，东西也没吃到。我以你的体重来看，一包碗面就可以救到你了，可以呀。讲到这个台风啊，这个小时候有一点记忆啊。记忆最深刻的是，我记得我小学同学他们家呢是日本房子，那么呢，他这个台风来之后呢，他们那个日本房子不是地板，然后跟榻榻米中间还有隔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才上榻榻米嘛。
就他们就从院子开始淹水淹到那个塔卡米上面去。嗯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赶快来我们家变成游泳池了这样子。”那我们都很乐，赶快跑过去，就那边折纸船，啊，然后肥皂盒啊在上面玩啊。那时候觉得实在是很好玩，快乐的不得了。可现在想想啊，实在是那个水实在是很脏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淹水的都从水沟里面都浮出来的。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日式的方式，有一年是我们因为去支援水上警察，就是抢救工作。对，烈哥他这个身体很棒。对。没有，那就是我记得那个台风名叫葛乐里。哎呦，那个我印象是非常深。对。对，然后我们到内湖就是坐那个橡皮艇，我们4个人一组，要去抢救一个老医生。那个老医生对困在房子里。哎呦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？就是因为他阁楼上面还有很多医疗器材，他舍不得，说怎么样就不出来。糟糕。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个橡皮艇硬挤进去哦，但是刚好经过那个门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那个信箱是铁皮的。是的。把那个橡皮艇割破了。哎呀，就大家哎呀，这下完蛋了，这下非得下水不可。然后脑子里面那个念头还在想啊，干脆下水游过去，硬把它救出来，拉出来好了。刚好要下水的时候，船其实已经沉了，水进来了。忽然间就所有的人就是啊，漏电呐！哎呀，漏电！里面有电线漏电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4个人，结果到最后是这是怎么办？送去医院的啊，不是医生，是我们4个人。这个印象当中的小时候的台风天非常的好玩啊，对，好玩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好不用玩。上课。下雨天这个水满为患，这个水都流到家里面来。哎，上游有这个鱼池啊，什么？哎呦，鱼都自动流到家里来送死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？这煮汤来。有没有流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整盘装好的？那就没，还自己去捞啊。真的是想从家里面拿来吃。对。结果台风天过后啊，那个小沟里面，我们去电鱼嘛，这个电鱼啪，哎呦，我们吓一跳，还以为蛇嘞，就一看，哇操，一条那么长的草鱼啊！草鱼，你讲清楚，哇，草鱼啊！是。怎么样？那个楼梯帮你转得很好。是。要不然在新闻局听到以为你讲粗话，不是，他是讲哇草鱼，我操！那我这边的台风就比较轻松一点，趣味一点，就是它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童年美好的回忆。因为我父亲是山东人啊。那就因为会做这个馒头什么的。对。那个时候我们家开的不是馒头店，是西点面包店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对。那有一天晚上呢，就睡觉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觉得，好像有什么味道在你旁边的。我们住2楼嘛，1、2楼对不对？有个味道在你旁边，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小，就这种转头可以看，居然是蛋糕，你看多好。对，因为楼上淹水了。所以很多东西要往楼上搬。因为搬了没地方摆，就摆在床上。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，那个在小的时候一醒来，这旁边都是蛋糕跟面包的感觉。还有蜜饯，你看多好。三省就错。就真的，他们继续睡，我吃一个晚上。讲到台风啊，真的这是发生在我们家，我曾经碰过。这是我记得，我读国小3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我家是靠海边，所以台风来，海水真的倒灌。哎呦！对，然后我是觉得我是半夜惊醒，半暝啊惊醒，半夜惊醒会觉得好像那个水啊已经到床了，床底下，会觉得奇怪，我那个背上怎么凉凉的？怎么凉？一会儿我妈就说，秋芳啊，跟背起来，因为平房嘛，乡下是平房比较多啊，没有说楼上啊跑楼上跑楼下这样子，我就觉得，那一次真的，现在让我讲起来，我会觉得蛮恐怖的，到现在。还是一个恐惧感，水都是飘上来。对，台风天很恐怖。对我来讲，从小到现在，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。对，可是有人会趁火打劫。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切身的经验。你也碰过这种？7月8号那天不是第一个台风了？是。我的摩托车，我的重型机车就是在那一天晚上被偷走了。哎呦，对，台风的时候，你这个摆在楼下什么地方呢？对，小偷这个趁机会出来。而且我还特别是把它。盖起来，因为台风那天，我记得那天我录音，可是没有录，因为停电。然后我就想说把它弄好这样子，大概是半夜1、2点的时候把它弄好。结果因为我停电，我家里停电，我没有办法睡。到了早上5、6点我就起来，我一去看，车不见了，就被偷了。而且我听那个我放那个摩托车旁边有一家服饰店，那个服饰店也被偷了。它整个玻璃窗被砸掉。然后里面的衣服全被拿走，
然后他就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讲，他早上5、6点的时候有看到有人骑了我那部车啊，后来又找到了，又找到了，对，这个就悬了，在高雄找到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还好没被拆掉，被拆了，是不是也倒在地？对，被拆了。可是因为警察找到，他就通知我说把我的车找到了。因为那个小偷蛮笨的啦，他可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电视啊，他就跟那个车行讲，这个造成的车子价钱一定卖得不错，这样。那个车行马上打电话报警。那你这不是害了那个车行了吗？我觉得台风对大人来讲的话是蛮伤脑筋的。伤脑筋的。对，我记得好像7年前有一次也是台风，然后淹水淹到这里。那天我妈妈都不在，只有我在睡觉，然后那个管理员就去按我的门铃。龙小姐啊，起床啊！这个水淹上来了，要把车子开走啊！这个管理员是哪里人啊？我不知道，山东还是陕西？实在听不出口音。可是他怎么敲我都是没听到。都没听到，结果所有他就挨家挨户去敲，每一个住户的都下去把车库的车子开上来，开到上面来，开到1楼来哈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开上来的每一部车呢，全部淹水，只有我没起床的，在车库里面那部水淹车啊，水淹车呢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不是那部车好的，因为我们地下室那个排水做得很好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最难忘，就是那天早上台风天的时候，白天还是大太阳，然后我就出去，结果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9点多，我家那一片全部都停电，都黑黑的。结果停电的那个门铃就按不响了嘛，那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回来。然后电话我家是插电的，所以响了也没有人会接，所以我就想怎么办？那我就在我家楼下那边等好久，后来我等了快要2个小时，然后风好大，下雨刮风，然后整条街都没有人，都黑黑的这样，我觉得好恐怖啊！结果想说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可能要在这边过夜。如果我家里的人没有下来的话，那我就找了一个地方，我家旁边就有一个。反正就是凉亭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。结果后来我就是眼睛一张开来，就看远远有一个人拿手电筒。然后我就很害怕，我本来想要拿东西要打，结果后来发现那是我爸爸。我还已经手说你是谁？然后我爸说你家是不是？我说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家？结果他就我啦。他又对他照一下，就把你吓一跳了。结果后来更恐怖，结果我一走之后，那个我们家前面那个招牌就这样掉下来。哇，草鱼啊！哇，他讲的简直是太巧了。我们小时候那台风呢，像刚刚烈哥讲的葛乐里台风，你们都不知道。这是在往新店河流边上那个眷村，也是河边的，对。那个每次平常一讲，一刮台风，河水就淹，一淹都进平房，全部都淹了。那个时候人都比较好睡，像刚刚蔡秋凤讲的，淹到床铺，那时候人都没什么感觉，就看到一个床铺就飘走了，真的，还从门口这样飘出来。我刚刚讲那个床铺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有哎。一个台风一过了，大概有2、3张床铺这样。就从新店飘到永和去了，飘到永和，然后水退了还在睡觉。真的，现在很好睡，也太好睡了。我记得有很多西瓜流出来，西瓜田啊，西瓜田我还记得，去抢。我父亲拿了个鱼，苦中作乐，拿个竹竿在勾西瓜，好多，隔壁派的张先生留一个给我们了，哈哈。这个非常有意思，这个。希望这个马上就有很多赈灾的活动啊，大家都能踊跃参加，好吧？好，休息一下，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。他已经站很久了。